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2天，一碗冷饭又搁炒烧起来，讲的就是2-3天进前，咱买到 BNT 这个疫苗的代志。咱咧讲天边海角来买疫苗，敢有人恶这到雕工买着无？那么两边讲甲是喙角拢全破。那么真假呢？大家看拢无。那么毕竟牵涉到选举总统的大选的结果，咱来关心这内面是毋是有人被插无？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民进党台北市市议员简舒培简议员。朱启麟，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第2位是中国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金杰。主持人，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3位是咱老朋友资深的媒体人蔡玉珍。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和观众朋友小恢复记忆。那么尤其这几天呢，引起到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这个署长呢出来开着记者会，这是因为国民党正要争取着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指控着政府中央要买 BNT 疫苗的时阵，是因为民进党政府坚持要用独立的台湾政府来签约，才买袂成。卫福部唔那是昨暗时发着声明来反驳，今日搁较早的时阵开着记者会来澄清，公布着4份当初时采购的合约的文件，来证明当初时甲 BNT 所写合约代表方是卫福部，那么疾管署绝对无意识形态，嘛强调真相袂当互抹黑。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初到暗时伫面切指控，前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为总统传闻团会，要求郭台铭唔通买 BNT 疫苗，暗过互总统府反驳无主动疫苗采购。郭台铭初10早起参加英联基金会活动时阵表示，民进党内部有人动疫苗。我得到的消息，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是赞成跟反对的，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所以这个我认为李大为他也是传达命令吧。我们绝对没有挡疫苗，而且是帮忙去取得疫苗。那另一方面，挡疫苗是我们被挡。因为郭台铭表示 ，BNT 采购要破局，是因为政府采购协议坚持用独立台湾政府的名号。卫福部初10早起大动作开记者会澄清，各用图卡还原疫苗采购过程，搁第一摆公布4份采购合约原文文件，强调真相只有一个。当初甲 BNT 签合约的签署代表是卫福部疾管署，绝对无意识形态。是我具名，是卫福部疾管署的署长，我是代表中华民国挂号台湾的这个政府来签署的。如果要用个人或公司或法人的名义去购买疫苗，在这疫情期间，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很多相关的免责的规定，必须由国家来承担，所以一定是由政府来购买。卫福部指出，当初甲 BNT 签约最后阶段时阵，对方要求咱删除中文新闻稿内容5个2字，隔天咱就调整做台湾了后，都无消息。对此感觉真遗憾。不过对鸿海台积电甲组织基金会3团体愿意关疫苗照顾个人健康，也是非常感谢。记者综合报道。咱今日哦，甲观众朋友先来核酸说明哦，就是讲，其实这个议题已经吵到2冬外。那么到目前为止，也是真侪观众朋友无啥理解，讲到底这个中间的关键所在是在哪里？第一，要先和观众朋友来厘清讲哦，到底普通人还是普通的民间公司会当来买疫苗无？这头一个。第二个是想伫中间，徛伫中间咧主动挑工买无？是中国政府无爱互咱买，也是因为德国？因的总公司甲
所谓亚洲的代理商之间的合约来限制讲，你袂使哦，我亚洲的代理商有第一的这个授权权，到底是安怎？这内面哦3项代志，我要先请到这个干议员哦来讲。咱讲到这个 BNT 的采购的争议哦，我想这2、3天你也练了真久啊，吼。我凊彩甲你问也问袂倒啊，吼。咱先来吼，观众朋友了解讲，咱普通人敢会当买疫苗，民间公司敢会当买疫苗？民间公司会当买疫苗无？昨暗时啊，这个有一个媒体啦，吼，公布着这个 BNT 的大股东写予郭台铭郭董的一个批，这个批呢是6月18，2021年2021年6月18的时阵发予郭台铭。这个大股东安怎讲？伊讲啊，歹势，因为吼，咱这个疫苗咧，敢若卖予政府，无要卖予个人。吼，过去台湾曾经要买过，吼毋过因为代理商复兴中国复兴公司查起来，无同意，所以无法度买。吼，所以你若会当的时阵，透过发挥你的力量，去甲政府来参详，看是毋是有啥物其他的名义、吼名义，然后来去买。吼，所以这第一个可不可以买？个人可不可以买？个人会当买无？伫迄个时阵，毋是咱买互个人买，是 BNT 公司无要卖互个人，因为迄时阵伊的即个 EUA 敢若会当卖互政府，因为政府才会当拍落去哪有代志。来，咱小停一下 ，EUA 是啥物？互观众朋友回互我记伫者。EUA 就是因为咱即个疫苗足短的，吼，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人体试验还未到成绩，对，没有到很多。没有完成啊！你若讲一个完整的疫苗，伊可能爱有真长。3档5档的哦。哦，不止，咱囡仔吼，那个常常有手足症，那个肠病毒，肠病毒的疫苗，到即马台湾哪无一个疫苗会当做？为什么？真侪公司拢已经有啊，马人体试验拢过啊。可是你要拿到那个 license 的时阵，够真久的时间。吼EUA 是安那 ？EUA 就是讲我人体试验，因为真紧。吼这个病毒对人体的伤害非常非常大。吼，所以这不是干咱台湾，是全世界，包含美国，包含这个 WHO 拢有通过这个 EUA 的这个审查的机制，就是临时会当去使用的。因为伊做临时的，就变讲这个疫苗注落去了后，对人体会伤害会安怎？唔知影。吼不过若是有伤害的时阵，政府爱负责。比如讲，你可能真需要这个打下去的后遗症，需要后续的医疗。原因袂当卖互普通的民间嘛。你若卖互其他的个人的时阵，拍落去到底是政府？你恐怕会了死呢。对，到底是你政府的责任，还是你个人的责任，还是你这间公司的责任？所以不只是 BNT 卖卖，吼。BNT 嘛唔敢卖啦，因为到时你红海讲，这不是我的责任，拢是 BNT 的责任，结果个 BNT 出来赔 ，BNT 全世界那赔会了。保险公司嘛唔敢承担嘛，是嘛，所以这个代志已经证实了，吼，就是讲个人是无法度买，无法度买的原因是因为 BNT 疫苗公司无要卖，唔是干那 BNT 无要卖啦。包含莫德纳、包含 AZ、包含所有的疫苗公司拢无要卖予个人，因为因拢干那摕落 EUA 尔。这个代志我感觉有2个部分爱来做讨论。第一个，这个代志那主持人头讲的，这个代志我已经讲到我拢讲啊嘴酸啊，你知吼？已经讲2档啊，伫咧解说这个代志啊，是安怎今仔日爱过来讨论这个代志，是因为郭台铭郭董为了要争取国民党总统的候选人，甲伊。过去伫咧买 BNT 的这个代志提出来讲，伊讲安那？伊讲啊，民进党迄时阵伊要买 BNT 疫苗的时阵，有一个人甲伊通知讲吼，大小姐不要他买。小姐。吼，大小姐无爱伊买，因为佫有国产疫苗的问题。毋过事实的证明是啥？我要甲大家报告。第一个，2021年6月7日，台康就是郭台铭的另外一间生技公司向 CDC 提出申请，他要买疫苗。CDC 当时予伊发给他公文，今仔 CDC 有出来说明，6月12哦，6月1号向 CDC 申请，6月12号 CDC 就发给台康公司说，你可以专案去买，没有问题。可是6月12号 CDC 发给台康公司之后，6月18。郭台铭就收到 BNT 大股东的信，说拍谁啦，郭董，
无要卖互你，袂当卖互你，敢若会当卖互政府。啊，迄时阵政府因为民进党过去台湾的政府去讲，时阵因为名称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卖。啊，那时候名称的关系，我就想 Independence Government of Taiwan。啊，今仔日这一件事情也被人家拿来质疑说，哦，你们民进党就是在意那个名称呐，所以才买不到 BNT。今仔卫福部把所有的资讯公开。当时我们在跟 BNT 讨论要买疫苗，我们用的名称是什么？都是 Republic of China， 括弧台湾。我要甲大家问一下，咱用这个名去甲世界买疫苗，到底有什么唔对？好，那这个名称不是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名称吗？所以我刚刚安内啦，第一个是有没有去阻挡疫苗？没有，我们自己曾经要买过，可是被上海复兴阻挡。然后这个鸿海郭台铭台康公司要买的时阵，咱嘛有互伊会当专案进口的许可，只是后来股东说 BNT 不卖给鸿海，因为它不卖给个人。第三个，我们有没有用一个说我们要是什么台湾独立的名称来买？无，咱就是用 Republic of China。括弧台湾，这是咱全部人民会当接受的一个名，咱都是中华民国。台湾是安那，咱袂当用这个名去买啊，所以我感觉不要再跌锅倒菜刀了。郭台铭现在所有这些事情冷饭热炒，拢是为着伊要选总统。所以你看伊今仔日出来开记者会，伊后壁徛的迄个人是谁？有一个女生，那个女生跟我同一个选区，是国民党的议员，吼，伊今仔日暗时啊要做民调。他要争取曝光，所以你看他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为了选举，不管是站在郭台铭身边的人，还是郭台铭本人，拢是为了民调。一个人是为了总统民调，站在他旁边的人是为了立委的民调，专门为了家己的选举嘛。委员，咱家是公共论坛，咱嘛是互大家拢有机会，议员嘛是参加初选过啊，你林议员嘛是嘛吼。咱头头所讲的吼，议员讲的，这时间点吼，咱搁甲讲较春车者，咱中央政府要买头一摆买无成，迄是头一摆。第二摆是像个过档的，去甲争取，吼，去甲对方争取，啊，才有6月16、17、18这3天的代志。然后才有4方的这合约。咱今仔日看到 CDC 吼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呢所出入的这合约，是4方的这合约。但是我也知影讲，议员你也有激励讲，啊，你这林泉所在这东洋制药，你嘛有去会当买啊？啊，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讲到这件代志吼，2年外前发生啦吼，这当阵啊，过来讲这个吼，像主持人讲冷饭啊个热炒啦吼。我当然就是讲买这个疫苗是安尼啦吼，咱这个疫情爆发是呢2020嘛。这个总统大选拄刷领，蔡英文连任，无偌久，咱人过年过完年，卜一个，哇，看着讲吼，大陆武汉开始伫哇，大家拢真紧张，爆发了叫做 COVID-19， 或者咱台湾讲叫做武汉疫苗，哦，武汉的这个疫情的产生。咱台湾政府咱平常心讲，迄当阵啊一开始大家也无知觉，不过咱政府吼，我报道啦。就是讲，迄当阵啊，马上做啊口罩，吼，我就台湾开手也真美啦，吼，开手真美，咱就甲台湾的这个口罩统一，你拢袂当卖，吼，我政府统一来收，吼，我收迄当阵就讲叫做口罩，哦，国家队，口罩国家队，口罩国家队做了袂歹，吼，咱老百姓吼，大家讲赶紧去买口罩，排队先来排队，我尾啊，我拄仔先讲这个就是讲，了后吼，咱政府有淡薄啊吼，失觉差。伊认为讲吼，咱台湾大家拢真守规矩，口罩拢低调调，没有爆发啦。咁尾啊呢，佫有一个讲吼，合作咱这个狮子会，吼，咱迄当阵就开始讲狮子会底吼，这个网价破过飙出来，哦，就开始啊紧张啊，紧张迄当阵啊，啥无疫苗通好做啦，要安创？迄当阵啊，咱甲韩国摕500万剂迄个 AZ 疫苗，迄当阵啊，全台湾全省大陆伫做疫苗，佫无够啊，要安创？迄当阵发觉讲，上好叫做 BNT， 哦，迄当阵咱就开始讲要变，其实 BNT 吼一开始叫做啊上海复星制药、中达利、大中发
大中华啦，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地区叫做上海复兴之要伫中大理。我中大理是啥？港澳台，伊就包括伫这个内底落去啊。是。我迄当阵啊，咱台湾其实嘛有一个代理商哦，叫做东洋制药。迄当阵啊，东洋制药叫林权吼，伊伫这个2020 10月12，伊宣布得到 BNT 吼，我这台湾代理商哦，伊有得到哦，我伊吼有偌济1000万剂加3000万剂，这个扩大，讲要互林泉，互咱台湾吼，互伊来代理。我计伊找啥？找阿中部长，伊去阿中讲，嘿，这个吼我摕到，你会当来买。我阿中嘛有真支持哦。不过当然呢，在9月11日开始去甲伊谈判，开始一直谈到尾啊，谈到11月13，嘣破局。为什么会破局？伊迄当阵啊，认为讲伊会继续摕新一赛。不过迄当阵啊，听媒体伫报道，有一个立法委员介入，安怎讲？伊讲袂当去甲迄个大陆买，咱爱透过其他的公司。香港迄当阵啊，有一间叫做雅各城，讲要甲迄间买。我迄当阵迄当阵啊就真乱七八糟，到底是要甲东洋买，还是要甲香港雅各城买？咱讲袂当直接去甲中国大陆买。不过恁中国大陆吼，互迄个东洋安尼袂使，伊讲吼直接跳过。迄当阵啊，东洋吼卖互即个咱 CDC 一剂啦，一剂偌济38块尔。尾啊吼，雅各城要卖嘛袂要紧，咱卖互 CDC 偌济，卖到43块，差5块呢。你看3000万剂美金一剂，差5块，就差。代票150块啊！是。尾后吼，我这个谈判嘛破局。尾后讲好，咱阿中部长跑出来讲，安尼啦，你东洋吼，林权最后又讲一句话讲，吼，咱政府无保证，甲是破局的原因。迄当阵啊，听讲是要甲雅各城买啊，无爱甲东洋买，就是嘛无爱甲东洋买。尾后讲无安尼啦，甲东洋买，甲林权讲，我甲你无安尼吼，买200只啊，就好啊。伊讲哪有可能啦？较早讲要买1000，要买3000，我即马剩200。伊讲安尼无路卖买，你就直接去甲雅各城买。买甲雅各城吼，尾后爆发讲有一个立委吼介入伫啊，安尼周转吼，伫啊写来写去，尾后嘛买无成功。这就是啦，咱政府。我通好甲你请教，这个立法委员是谁？无，这电视有报，我莫讲人的名啦吼。这电视有报，因为这咱是公共媒体哦，咱必须要叫大家感情。这有一个吼，咱大家讲，这电视2年前拢报甲安尼啦，吼，讲有报啊，讲有一个立委介入，讲要搁介绍一间落来，又带一间雅各城，9月18，甲这个咱的疫情指挥中心来接洽。9月18，阮这时间点拢有抓出来，有一个立委。吼，我伊去找阿中部长，讲来，对，这新闻报，这新闻报。议员歹势讲，我来讲啦，吼，因为吼，伊本身我相信这个立法委员本身吼，嘛袂去避讳讲吼，绝对无这件代志，因为吼本来伊本来讲有要告一寡人吼，像讲伊介入这个 BNT 疫苗的采购吼，伊就要告吼，伊讲的是这个当初是行政院长是苏贞昌嘛。啊，大家知影讲吼，若要解决这个代志，可能爱行苏贞昌子弟兵的系统，所以伊歹势讲，我替伊讲啦，伊咧讲的是吴秉叡啦，吼。我无讲，但是这个代志，唔是我咧讲的是讲，我咧讲的是这件代志，参郭台铭这2天所压出来遮的陈年旧事吼，拢无关系。这个无关系，就是讲吼，不管是雅各城的43块，还是东洋的38块，就是咱要甲直接参辉瑞买这个 BNT 的过程，就是卡一个讲上海复兴，甲你卡伫遐。所以这个差价，若真正要赚，其实足侪人希望讲会当赚到这个钱，但是都是未成，就是因为足侪人想要。叫做发灾难财，所以这个代志拢参郭台铭无关系。但是我要讲的是，因为这个上海复兴，这是参郭台铭有关系。因为上海复兴的当属长叫做郭广昌，我那变姓郭，我那参郭台铭足熟的，所以郭广昌伊佫有一个这个下骹手人里这个人伫。辉瑞咧做总经理，吼，所以伊就对台湾要直接买这个 BNT 的代志一直动，所以动甲有一个关键，就是咱知影讲买啊，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鸿海郭台铭也好，后壁买入来遮的这个BNT拢叫做复必泰。
为什么呢？因为郭广昌呢一开始就定1亿剂，伊这1亿剂的疫苗，伊是要创啥？伊是要等中国大陆哦，啊个伊讲吼，我定这中国的这个EUA 吼，我若摕到中国的好野人1亿个人。做这个 BNT， 我一定赚得到的嘛，所以亚洲的代理商就是伊吼。尾下咧，中国一节都拍袂入去，为什么？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吼，中国是科兴跟国药对吧？吼，后壁是啥？后壁是习近平的小弟习远平，伊一个后生叫做习明正，伊习明正的某是泰国吼，泰国这个普丰正大的查某囝吼。因兜咧，伊做伙咧做这个疫苗，吼，所以科兴跟国药，中国是啥个？是习家的天下，吼，所以都无互你过，啊，无互你过，郭广昌就趁无啊，要安怎？我就定1亿剂啊，所以伊就台湾、香港、澳门发送会当替我销这1亿剂，所以郭台铭，你参郭广昌，你安怎去接触甲讲吼，啊，台湾就一定爱用我郭广昌的复必泰啦，所以到尾啊，才有这个伊6月初1叫台康，啊6月12摕到这个物件讲无法度，吼，啊伊就开始公开啊讲吼，我要见总统，吼，因为无法度通我袂互你个人嘛，大家拢知影头前这个问题嘛，所以。郭台铭到伊头前参郭广昌，安怎讲咱唔知，介绍安怎买咱嘛唔知，是38啊43，咱嘛唔知，吼。但是到尾啊，伊台康买无，伊才开始讲伊要见总统。啊，总统伊只知影这件代志了，随安排讲要赞助台湾疫苗的，除了你郭台铭以外，台积电嘛有，慈济嘛有，所以后壁四方的这个合约。才开始讲好，咱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咱这个问题疫苗上定的郭广昌，所以大家有印象无？这个陈时中去飞机场去接这个疫苗的时阵，头顶唔是伫遐咧打复必泰，就是复必泰，就是郭广昌的疫苗。所以你郭台铭为着要替郭广昌解决这1亿剂的问题，你即马讲台湾政府这大小姐叫你卖买，我感觉讲话讲了伤粗鲁。就是你本来要送疫苗给台湾人，人甲你感谢，这是一个好代志。但是你为着要选总统，你摕这个代志来讲，政府甲你糟蹋，无害互你买，吼，草菅人命，你安尼就伤超过，就是讲你本来好代志，本来善事，即马大家看讲你郭台铭吼，为着要选总统，啥物白贼话，啥物话你拢讲会出来。包括什么一线四一核电，你也讲会出来；叫什么这个里长去军训课，吼，这你拢讲会出来。所以李大伟，伊就直接点名李大伟嘛，讲李大伟敲电话伊嘛，伊讲李大伟讲吼，大小姐叫你卖买啊啦，你敢无感觉这个话足粗鲁的？这就是你为着要解决郭广昌的代志，你叫台湾都爱买单，啊，人政府嘛是用四方联盟。用台积电、慈济、嘉拢甲你1个月来拢处理好啊，安尼个袂使咧。啊，当初是你毋是足感谢的，当初是你入面册头顶，你毋是讲感谢政府替你解决这个代志。啊，当时的感谢，你即马搁甲糟蹋讲李大为敲电话讲大小姐无欢喜咧甲你动，啊，你这是啥物意思？就是你好代志做了，即马为着选举煞变歹代志。是，有人讲吼，你头仔讲了真济，你所知的这个事实，啊来做评论吼。这我尊重你的评论，我一开始就甲观众朋友讲，咱主要是要知影讲，你普通的民间公司敢会当来买疫苗？无可能啊！咱即摆看到这个合约顶头所写的吼，英文叫做 donation agreement，就是捐赠的这个同意书啦，吼，捐赠的同意书，这内面吼，这内面写鸿海，这吼就是鸿海，吼。精业哈，精密机械哈，鸿海。第二个是什么？永林基金会哈。第三个是台湾 Centers 哈 ，Centers 的 CDC 的 C for Disease Control 就是 DC 啦哈，疾病管制署啊，疾病管制署哈，健康卫福部 Republic of China 挂号台湾，这第三方。第四方是 Ralin Pharma， 这 Pharma 这是。这个制药公司，哈，制药公司。第五就是
伊还佫讲吼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sections， 敢若为着第2、5、6这3项，这是啥人？这复兴吼 ，Fortune 复兴吼实业这公司。第6就是 BNT 公司。所以哦，其实哦，咱讲4方公司，这是6方才会当大家也合用，无伊即个卖出去。一定要有这个同意书讲，无你甲我买，我会当卖互你，但是你卖互人，你正手摕来了，你倒手来捐出去，捐互一个政府单位。啊，顶头这个政府单位叫做 ROC 台湾。吼，这今仔是咱卫福部所公布的这个资料，我唔知这个主要要先有观众朋友理解讲，你普通的民间公司，你一定要有我是来讲吼，过档也好，还是租借也好，还是这个TSC 这个台积电，拢做好心，大家真感激。吼啊，但是民间甲国家会当合作，吼，因为咱通常听人讲，咱小安家来讲头一摆的代志，这项代志应该是事实真千真万确的吧？当然是啊，因为今仔日公布的这个文书吼，其实是咱第一届看到的。过去 CDC 因为伊是政府机关，所以伊对选举的时阵有真侪攻击。然后头主持人甲我讲，啊，你去年选市长的时阵是安怎？啊，中部长这物件拢无摕出来，是啊，我感觉真奇怪。拢无摕出来。不过我甲你讲 ，CDC 迄时阵伊毕竟。虽然伊会真部长伫选台北市长，对，不过伊袂当为着讲啊，你因为你要选市长，你要去用攻击，所以我就甲所有的文书拢播出来，伊就袂当安尼。不过今麦无共，今麦是郭台铭，因为伊是捐赠方，他出来讲的是说，有一个人代表大小姐甲我讲袂当买，因为我要保护咱台湾国产的疫苗，这个代志都不是事实啦。所以 CDC 为着维持家己政府的尊严，伊就必须要出来说明讲，这所有的过程，伫2020年，包含台湾家己要买。他拄啊，金杰议员讲的，也是讲玉珍姐讲的，讲啊，这是不管是林权啦，还是雅各达啦，拢代表一件代志。台湾有曾经买过 BNT 疫苗无？有哦，是咱去用阻挡哦，我们被阻挡哦，我们没有不买，我们是各方来的。不管是什么林权，不管是雅各达，我们有没有去跟人家接洽，要买 BNT 疫苗？有，从来没有说台湾政府不买 BNT 疫苗。后来 BNT 疫苗买的合约被取消，就是因为国民的关系啊。伊是讲咱的这新闻稿顶头，今仔日也有公布这新闻稿吼，伊这前后新闻稿吼，我摕互大家看。咱来看这图表顶头吼，伊个新闻稿吼顶头写，本来这原在是写我国啦，对，我国啦，就因为我国不行哦，伊讲叫咱来改啦，对，吼啊改做啥物呢？咱来看第2张，改做台湾，这第2张变做台湾啦，对，所以变做台湾，所以大家小想看卖，是安怎咱台湾买疫苗要互咱国民用？咱甲人讲，我们买的 BNT 疫苗要供我国来使用，被人家打枪，换成台湾之后 ，BNT 公司对我们已读不回。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其他国家的政治力介入？那是讲金杰大哥讲的，或者是玉珍姐讲的，如果是复兴因为商业的关系介入，或者是政治的关系介入，都不是代表台湾政府。民进党政府不爱买 BNT， 对啊，这是头一个必须爱讲的，因为今仔日郭台铭为了要选举，伊出来打压民进党政府，扣民进党政府的帽子，是说民进党政府罔顾人命，不买 BNT 疫苗，所以无这个事，无这个代志。吼，拄这个年初咱要买 BNT 疫苗，因为新闻稿的关系，叫人已读不回，或者是后来包含郭台铭、郭董愿意来用捐赠的方式来协助，我们也全部都协助，甚至我要给大家看这个6月17， 2021年6月17号，郭台铭、郭董向国人报告的第3点，一共想。感谢卫福部周署长跟同仁在端午节期间牺牲假日，甲我本人甲团队做伙开会讨论专案进口的相关细节。嘛感谢陈部长伫个礼拜的深夜，阁亲自打电话给我，讲会当全力来协助这个疫苗的专案输入。
这都是郭台铭写的啊。迄时阵2021年的郭台铭，6月17日郭台铭写这张声明书的时阵，敢有人甲强迫？无嘛。啊是安怎？伊迄时阵写的物件，甲伊今仔日要选总统的时阵讲出来的话无。过当敢有可能一边咧写这批信，一边咧流目屎，讲无法度，我真正都安尼写，那才会袂去失人买。无我问你，那台湾无要买，是安怎爱叫左署长去甲你开会？台湾政府若无要买，但部长是安怎敲电话给你？无，伊可能咧讲，是我一直甲你踢，你才来买。无，我感觉这吼，我即摆拢替伊咧讲话。是啦，伊即摆要讲的嘛是安尼啦。不过我甲你讲就是讲，安尼你这个人嘛就虚伪的吧？你这个人也很虚伪嘛。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议员就讲，你该变的时阵，迄阵时就要变。你迄时阵若是真正感觉到中央政府伫咧甲你下骹，你就应该爱做一个忠实的人啊！你就爱出来讲啊，中央政府拢甲我下骹啦，拢买我买啦。你哪会写这条批？先感谢着中央政府。啊，2年了后，人讲食西瓜半暝啊，反正郭董是要选总统半暝啊，反正呢。2年了后，反正讲啊，什么听到大小姐讲要买疫苗啦，吼，讲什么民进党的派系伫遐斗争啦。我感觉这吼，拢再证明一件代志。郭台铭、郭董绝对不是咱台湾会当信任的国家领导者，因为伊为了伊家己的利益，会当甲过去的代志完全做180度完全不同的解释，只为了自己有利，完全没有在考虑国家，完全没有在考虑政府。这个信啊，不是侮辱民进党政府，这是伫咧侮辱咱台湾 CDC 所有领军工作的同仁，尤其是周署长。无啦，这可能也是咧拍家己当初时家己。迄阵时的郭台铭，当然啦。如果若是安尼讲啦吼，但这我要请教林议员吼，林议员可能是咱在座唯一坐过这个过党的这个专机的人吼，可能对伊有相当的了解啦吼。伊出身土城嘛吼，你甲咱讲过党，伊到底心肝头咧想啥物？因为这个种种的这个迹象，你看起来事实上，咱即摆也无一定讲找到完全100%的资料啦。你讲有啥物要补充的？要来讲到底？这内面是煽情啊，上面是向咧主动，啊是真正就如你头仔所讲，你一开始就讲咧东洋的代志，就是讲啊有一个立法委员啊安怎啊，但是他说陆金志啊讲啊伊这个议员，这个立法委员出来否认哦，讲向来讲向来告哦，议员你敢讲？那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补充就讲，其实这个案件吼，咱上海吼复兴制药有2个业务员。来伫台湾，我伊嘛有透过我要找郭台铭，讲会当直接叫郭台铭去买无？因为因迄边的认为讲，大中华总代理都已经包括了。就是议员去看线的哦。不是，伊有来找我。无，伊是要问啥？要问讲，恁新北市政府嘛是一个政府嘛？新北市政府会当来买无？既然讲政府会当买。我中央政府无要买，地方政府会当买无？我讲我这点我爱试看卖啊。因有2个业务员来找我，我问侯友宜讲会当买无？侯友宜讲恁议会恁家己去提案，我爱动用第218金，我伫议会赶紧去联署，逐个议员来甲我签名，讲咱来买 BNT 疫苗，结果。议会要通过，迄当阵啊，民进党讲反对讲，林金杰就是中国的大买办、大买办，讲咱袂使。我结果即件代志好无过，我嘛甲这个业务人员，互咱的局长陈润秋，互因见面，我讲无问看卖啊者，你去甲中央政府问讲，是毋是讲咱新北市政府会当买？若会当买，阮搁来试看卖啊，叫议长大家搁来联署者来买 BNT。结果陈润秋敲电话阿东部长讲。阮新北市政府会当家己买无？伊讲 no 不行，一定要中央统一购买，这是事实。伊嘛有伫议会甲因讲要中央统一购买，这就拄则讲的吼，苏培讲要有 EUA， 就要紧急授权嘛。这是有影，事实是讲一个疫苗要有国家伊政府爱出来担责任嘛。事实，我时阵，我新北市市政府，搞要安怎担这责任？无，新北市市政府当然按问嘛。你若讲同意讲阮地方政府来买，我你若同意讲好，互 EUA， 互这个 BNT 疫苗，结果我来买嘛袂要紧。结果是讲，甲尾后咱买袂着，
啊好 ，BNT 买袂着，安尼舞来舞去舞规半步，政府就是讲，这过当讲，安尼恁买袂着，无我出来甲恁斗协助嘛。我一个企业，我个人要捐60亿呢，这毋是一笔的小数目，爱买500万只是爱开60亿呢。伊讲好，无安尼，我出来买，吼，我出钱不要紧，政府若同意，我来努力，甲过程。吼，各说各话，安尼迄咱莫阁提起。我若讲今我认真者要开60亿，我是希望讲要救台湾人民，因为啦无疫苗通好拍嘛。咱迄当阵啊，就是讲有人拍 AZ 啊、莫德纳，我大家拢希望讲买的 BNT， 结果郭台铭第一日跳出来讲无要紧，钱我总开。迄当阵啊无想要选举哦，咱爱天公地道替郭台铭讲一句话。迄当阵啊伊无想要选举，伊安怎讲要救台湾人？迄当阵啊听讲。嘛有小姐甲讲，你有要选举无？伊讲我无，我真正是无要选举。伊要选举在即个旧年。无啦，伊是讲我本来有写讲我无要选举，要写入去啦。哦。啊，结果伊边仔必须吼，即老小姐讲你毋通再甲即个提掉。这是安尼讲吼，你讲伊旧年甲旧年年底吼，甲即个县市长的选举选煞。嘛有透过我嘛有透过人家问讲，你有要选举无？伊嘛讲无哦。伊吼过年时间伊嘛讲，伊嘛无要选，只是讲伊去美国回来的时阵，伊甲对台湾传宣讲，国民党有一个吼初选的制度，伊会当考虑看卖啊。所以讲伊要做买 BNT 疫苗，甲总统大选其实是拢无关联的。这是讲伊即嘛选举，甲底摕出来大家讲互大家听。有真济民众伫甲问，也是讲媒体伫甲问讲，你过去买 BNT 疫苗会当讲互清楚。伊甲提出来讲，是啊，即个。贵档吼，即我好有亲戚啊。其实吼，议员大多讲的这，就是地方政府买 BNT 这个代志，我相信大家拢有印象。不只是新北市，台北市讲台北市政府嘛要买，花莲县政府嘛讲伊要买，云林县政府嘛讲伊要买，就是讲你地方无法度买，我县政府我市政府县政府编预算，所以迄个毋是干那新北市啦吼，就是这个问题拢是伫咱大多讲的。6月7日，2021年6月7日的这个台康写讲要买去用拍回的进程吼，就是我讲的上海复兴这间公司，伊先定1亿剂，问题拢是郭广昌遮的物件要交货啊，我到底是要袂互想供出来啦。对，所以这是郭广昌的头痛的问题，所以伊头痛的问题，伊就逐日去拜托，毋则会去拜托议员讲啊，你都参贵党的交情袂歹，啊无你叫贵党的看会当买袂，要来互台湾用吼。伊迄阵要买无一定讲是爱用送的啦吼，嘛是看有地方政府，还是讲有企业界，有人有法度无吼？因为大家头前咱讲的嘛。东洋啊去用动嘛，啊东洋动的时阵，上海复兴这个出一个亚各城嘛，尾啊才会讲都是袂使的嘛吼，所以大多咱看到这个时间表，这拢伫个是2021年的1月头前吼，正月哦，所以对正月到6月7日，过党的台康去出讲伊要买的这个中间就是有这1亿这做好啊。啊，郭广昌伫遐做头痛的，那到底是要安怎咧？逐日拜托，所以逐日拜托，才国民党一寡执政的县市跳出来讲，啊，咱得买这个上海复兴的啦，吼，复必泰啦，所以恁讲的这拢唔是直接要去甲德国买，拢是驻德大使谢志伟拢讲足清楚的，这拢是复必泰，所以到尾啊，咱9月份接的嘛是叫做复必泰，所以你。刘经济啊，讲的意思是讲，即摆咱台湾人所做的这是复必泰，都是复必泰嘛，就是郭广昌去订的，啊，就是上海复兴这个总代理的嘛。但是配方是共款的，配方是共款的，其实名无共款是上海。所以咱讲这个问题，拢是爱去找复必泰，找上海复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哦，啊，咱就改做讲，你要叫咱改做讲，莫讲我国，咱改做台湾，安尼嘛是会使，只要买得到就好。结果，咱嘛是去上海复兴底下甲你动，甲你拍清，这是事实。所以咱买这疫苗，咱讲6月7日过党的2021年6月7日开始，你台康弄白了，你公开写批。讲总统都爱甲你见面，刘德英参你做伙去总统府，去尾啊才有四方的这个合约，啊，这个合约伫6月就是咱看到到7月份，全部的台积电、跟鸿海，这拢采购完成了，7月份这个合约拢捐赠拢签署啊，9月入来。
安尼时间敢无够紧，谁甲你动？无人甲你动嘛。啊，这是我讲的，这拢是过当的你的好代志。不管你开60亿也好，吼，你开50亿也好，因为你安那付钱，咱也唔知啊嘛，对不？伊也未公布，互咱知影讲伊到底是毋是安尼真金白银的60亿嘛？所以。 迄是伊爱去参复兴郭广昌去讲，你到底付偌济嘛？咱嘛，无咱通常会当来问主席甲即个大职田看有付钱无？但是咱无权利去查嘛，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你要送台湾人住这个 BNT， 这是好代志，吼。啊，但是为着你要选举，你讲这个代志，敢你的民调就会较悬，你安尼就会讲啊，朱立伦。 我吼即马声量足大诶，吼啊，所以吼你就爱提名我做总统。我感觉伊即种心态吼，就是投机。吼，第一就是讲，我知影这南部人爱听，咱的政府啦，我要买疫苗，甲我动啦。伊个会晓讲遮讲吼，南部人遮会反民进党的人爱听，所以伊是投机，伊为着要省量。 伊要制造伊的声量，想讲安尼是毋是伊的民调就会当赢侯友宜啊？所以朱立伦就一定要甲提名，无其他的目的。你安尼只有糟蹋你家己本来的即个善良佮善心。你要甲台湾人斗相共，互咱有疫苗通去住。即摆佮为着你的选举，啊，甲政府讲，你看，迄民进党政府就是遮尔啊烂啦，啊，敢有？无啊，无你为什么要安尼黑白讲？所以即款的人，就是无够资格通去做总统的候选人。 这有真姐啊，他倒佫讲到一个吼，就是咱若踮咧即个过党的所公布的即个批信内面吼，讲吼，因为中央政府要求吼，要来写一个 independent， 一个独立的政府，吼，啊，这个独立的政府，在我听起来，应该这是形容词啊，是，吼，独立的政府，中华民国应该。 包括林议员在内，应该也是同意讲，中华民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政府嘛，吼，无上后尾这四方的合约顶头，嘛有通写 ROC 台湾嘛，吼，应该是这意思。但是有真侪人认为讲，你就是要写台湾国，这敢会通？即摆伊要创造出来，讲即摆的民进党政府，都是因为即个国家的名词，所以才无法度去买到 BNT。毋过，昨即个BNT 的大股东，伊所讲出来 Independent Government of Taiwan， 伊迄是一个形容，就是讲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要去买的，跟其他政府不一样的政府，这是事实啦。 吼啊，这是毋是就代表讲是他拄仔主持人讲的是等于台湾国无必然哦？因为咱他拄仔看到第一个，做这个 CDC 今仔日公布的。伊若要甲你动，伊镜头根本就袂当互你写中华民国。是啊，对习近平来讲 ，Republic of China， 迄个根本就已经消失的国家，伊若要甲你动，即个嘛会当会当要动啊。所以我前面在看了灰煞煞，到底伊是咧伊敢？这就是变成他拄仔玉珍姐讲的啦。 重要的就是上海复兴，因为伊摕到他拄仔大家讲的，就是大中华的代理权的时阵，你若无透过我去买，啊，我阁无法度互中国住的时阵，啊，我上海复兴就了到一块地啊，所以我一定要甲你动啊，我可以逼这个 BNT 袂当卖互你，就算是你高雄新闻稿底下写中华民国，我嘛无要卖互你啦。议员迄阵是迄两个 Pro 来找你的时阵。 有敢甲你讲哦，我库存足济，拜托甲我斗销。无，伊是有讲着吼，讲因只要有库存做好，会马上会当入来。毋过吼，顶面有印象复必泰。对啊。复必泰吼，台湾政府袂当接受哦，因为这个疫苗吼，伫大陆吼，因毋是叫 BioNTech， 伊毋是讲叫 BNT， 因叫做复必泰。怪复必泰，咱因讲咱台湾政府吼，讲你若要卖完卖台湾，这要着飘头爱换掉。 我用 BioNTech， 就是讲不能用复必泰这3个字，安尼吼，以台湾甲政府甲要来买，这是当当时间不，因为这是啥？有一个国家的主权，吼，要甲因伫讲，这我是唔知影啦。事实上，吼，当然你讲台湾区甲中华民国，吼，甲若是讲要用什么名甲因签，政府嘛真客哦。 哦，这才是讲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讲，咱是不是赶紧摕疫苗摕倒转来甲讲？吼，过台面的用意就讲，赶紧买倒转来，人会当拍。不管是用台湾地区，还是讲要用什么用复必泰，其实拢无重要。赶紧好什么？赶紧救人为主啊！所以，迄当初啦，我嘛是讲。议员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吼，
咱台湾政府爱参上海复兴这间贸易公司，这间总代理签约，讲吼，我台湾就要爱，所以我买的就是你上海复兴的复必泰，这都无合咱的规定啊。标头啦，因是讲因做好现主时有诶。怪咱即摆讲，迄当初我听讲吼，标头简单嘛，你入来了，我才摕来打就好啊。伊迄个一个冷链哦，伊迄毋是安尼尔，伊叫一个冷链哦。所以我这是普通人会当买嘛。所以我甲你插一下话啦吼，若是真正民进党政府就是无爱复必泰，啊，请问。迄时阵管理不是就是复必泰啊？如果我们怎么样都不要复必泰，最后复必竟然是复必泰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都要吼，金杰议员有讲到，讲吼是不是地方政府要买疫苗，中央政府就是反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吼，这是2021年迄时阵哦，台北市政府伫个6月偏预算哦，6月初9，迄时阵预算还没有编，6月9号吼发文吼，这个 CDC。讲啊，伊要买专案要买疫苗啦吼，啊，结果 CDC 就甲讲啊，你可以啊去规划相关提出专案进口的许可，无懂哦，伊无讲台北市政府你不能买疫苗哦，你可以请厂商去申请专案许可，无人要甲你懂。后来台北市政府编了28亿，是，结果我们自己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柯文哲礼拜委员会拜托阮，该全部删掉。为什么啊？因为就不需要啦。因为迄时阵疫苗拍到尾的时阵，拢有够啊嘛，包含这个台积电、鸿海，还有这个慈济的一切，全部都进来了嘛。啊，所以我要讲的是，第一个，中央政府有没有要让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其他人都不能买疫苗？没有。有没有挡 BNT 疫苗？也没有，有没有复必泰都不还有你买嘛无嘛，都没这个代志嘛，所以我刚刚哦，郭台铭郭董，那玉珍姐讲的，本来大家其实是很感谢你，因为你在国难的时候愿意慷慨解囊，提你的钱出来买500万剂的复必泰或者是 BNT， 让大家能够打到身上来对抗病毒。不过你今麦为了自己要选总统。为了你的民调，把这个代志提出来消费，这就完全跟你当时的用意不一样嘛。而且台积电还有慈济，赶快买500万剂哦。有人像你安尼出来挥吗？无哦，干那你呢？啊，为什么台积电没出来挥？为什么慈济没出来挥？因为刘德一没被选总统啊，因为慈济法师嘛没被选总统啊，所以无人会像你安尼啊。所以我感觉哦，媒体应该来去问台积电。老党的还是讲这个注册这个详情，人老党的伫个迄个台积电的永续报告书内底，直接都写明白啦，讲感谢台湾政府伫个这个疫苗的时阵吼，有协助台积电，然后我们买的疫苗跟政府合作，一起解决台湾因应 COVID-19 的疫情啊。这块这相信的人一定爱去真灰啦吼，有真。其实我吼要互大家知影一个事实，就是讲吼，大多数培。议员讲的这个台北市政府吼专案输入，伊这个做法参用台康吼，就是这间上市公司台康公司，伊所做的这个2021年6月初1的这个专案输入是同款的吼，啊，所以伊6月初1讲伊要专案输入，尾啊，伊才知影讲，这安尼是有问题吼，因为爱对政府嘛吼，所以伊6月12收到卫福部甲讲的这个问题了吼。其实过当的，咱爱真感谢伊讲，伊知影讲这是有困难的，所以伊就写一张批，讲要见总统，要来参详这个代志吼。啊，就是因为伊台康已经行这条路，有拄到一寡困难，所以爱解决。所以伊讲伊6月16哦，就是16、17迄几天嘛，吼，伊16写批讲要见总统。17接到伊讲的吼，伊面册头顶讲的，伊接到李大为电话讲吼，啊大小姐讲叫你莫买啊。吼，我相信这嘛毋是事实啦，因为吼，伊6月16写面册讲，伊上书总统要处理 BNT 疫苗的代志，啊，结果足紧的吼，足紧的就大家参这个郭台铭、刘德英啊个总统伫个卫福部做伙吼，看咱要安怎解决这个代志。所以你看政府敢有甲动无啊？你6月初1讲你要专案输入，6月12收到这个 BNT 甲你讲无法度，啊，结果你16讲啊，这爱总统来处理，啊17、18啊就解决啦。所以这速度足紧的，速度有够紧的，无人甲你动吼。你看这个时间点你就知啊。所以迄个时阵大家合力参台积电、
参主席做伙来解决这个问题，才互咱迄个2021年的时阵，就有 BNT 通好做，因为足侪有重病的人吼，佮有特殊疾病的人。 真正是无法度通好做这个 AZ， 刚才当做 BNT 啊嘛，所以这个部分当初是足侪人感谢贵党的，希望贵党的就记你大家对你的感谢。所以你若搁要回讲吼，政府都当无爱互我买，这毋是事实。所以为着要总统的初选，为着要提升你的声量，你着安尼讲这个白贼话，我感觉安尼对你的人格吼，因为其实我观察贵党的一路行来吼，伊创办鸿海，迄个时阵伊咧鸿海也无上市吼，到尾啊变做一年的产量遮尔大，一路行来伊的作风，其实咱伫咧在经济媒体大家拢知影吼，所以我感觉吼，你若要互你家己有社会地位吼，你愈安尼做。 你愈会互人看到讲吼，你不只是霸气吼，不只是霸气总裁，不只是讲你伫咧对待员工吼，足强的吼。你若做总统，你安尼对人民乌白颠倒是非，安尼上敢甲即个国家交互你，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讲吼，伊最近的这个表现，已经互台湾人民吼选民认为讲你已经出局啊，因为你真正无适合，你搁等于鸿海做生意，还是讲你要全世界，你要去日本拼生意，但是对做总统这个人民的代志，你所做的这个讲出来这个话是无及格的。这吼，我爱甲观众朋友讲，阮今仔日的制作单位吼，其实有打电话吼去找到贵党。 身躯边的即个机后秘书，吼，伊边啊新闻联络人，但是因今仔日都讲哦，无时间，足无闲的。今仔暗时7点才对平湖转来到台北，无法度来录影，感谢我讲以后呢有机会一定会邀请到贵党是相关的人员来参加着即个辩论啦，吼，这爱甲观众朋友来说明，毋是讲趁伊无伫的条件甲练的啦，吼。上尾3、4分钟哦，请2位吼，即议员。 咱这所有的这个争议吼，拢是第一为着台湾甲中国，第一，第二，伊是咧讲你技术性甲延前，我该有的时阵你买互我咧无的时阵，则拢无效期，即咱头拢有用事实来做一个平衡，大家来做判断啦，但这整个代志来看，这两三档啊。 到底这个疫苗在迄阵时，紧急的迄阵时，咱 CDC 咧买的时阵，是毋是真正买伫这个 BNT？ 但是真侪人还佫有这个疑问呢。我感觉吼，这都是足麻烦的代志啦吼，就是讲民进党政府伫咧对这谣言煮出来的时阵，无第一时间，因为伊拢想讲啊，咱就爱先吼，互大家紧做啊，这有批评的部分无要紧。 无要紧就变要紧啦，无第一时间把这个谣言吼，或也不要说谣言吼，不对的讯息我们没有立即澄清，讲久了之后就变真的，然后你要去消除这些谣言的变就困难的呀，你要用足侪力量的呀，所以台湾过去有无爱 BNT 无？没有，不管跟谁买，我们都有去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伫买 BNT 的时阵，有受到政治压力的阻碍无？ 不是刚刚咱驻德国大使谢志伟伫讲哦，吼，他都要玉珍姐讲的这所有的过程，谢志伟伫伊的面册顶管拢写到足清楚的。第一个是谢志伟有讲，第二位德国驻台大使王子陶有讲无？有，伊嘛讲台湾伫取得 BNT 疫苗的时阵受到政治力的打压，包含德国的议员、众议院的议员嘛出来攻击的代志，甚至。 白宫的发言人也曾经讲过，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真的我要拜托郭董啊，你的好心，你对台湾的爱心，我拢有接受到。唔讲即马唔通为着你家己要选举，你就来消费这个代志，我感觉这是足无人性的。你是霸气总裁，不应该变成。 霸道总裁，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无你真正功德拢做伫咧水沟仔内底去，拢无效去啊。议员小尾1分钟来。我甲大家讲啊，郭台铭5月22，2021有讲伊要
透过管道要来买，同重要，伊对伊家己员工，伊真侪员工伫土城，伊感觉讲伊要做 BNT， 我伊就透过管道，吼，我嘛要互员工，嘛要互咱的这个疫苗，吼，互咱的政府。我6月初1开始，吼，送物件8大文件，咱的阿中部长伫5月28就讲，你若有8大文件，就当来申请。我6月初3，吼，咱阿中部长讲吼。伊甲讲，伊即马买袂到，伊讲郭台铭买袂到疫苗。6月初8，苏贞昌讲吼，伊手顶无疫苗。到尾啊6月18吼，郭台铭有淡薄仔生气啊。伊讲吼，我若总统若无买搁买，我就吼无买啊。赶紧6月18，总统要甲伊见面。吼，中岛讲吼，有条件开放，吼，关于总统伊讲吼，正式授权鸿海台积电，你知无？甲6月18，甲正式一配面啊，用无卖买啊，我钱卖开啊。